Hello，你哋好，歡迎你返到嚟收聽啱啱好，我喺度，我係 Maggie 喺呢度，我會同你分享女人40後嘅生活體驗，同大家一齊去探討點樣喺繁忙嘅生活之中揾方法俾自己唞下氣，而我哋又可以點樣帶住理智，憑住勇氣喺迷失中揾返自己呢？唔知你有冇同我一樣都好鍾意垃圾食物嘅呢？我自己就好鍾意食鹹嘅零食，好似薯片啊、芥辣青豆、豬肉乾、牛肉乾咁。當日日嘅工作完成，搞掂晒屋企嘅嘢，個仔又瞓咗覺啦，個人終於可以放鬆落嚟嗰一刻，真係會特別肚餓，真係好想食零食啊！講個秘密俾你知啊，之前我真係會食到停唔到噶。我可以一晚就食晒一大包肉乾，實在太好味啦。不過食完瞓覺嗰陣，個胃就頂住，加上又辣啦，喉嚨痛，成晚係咁起身飲水。第二朝望到鏡入面嗰個自己，又水腫，個肚腩又大咗，都真係幾後悔噶。不過到咗第二日夜晚，我又會繼續食，因為唔單止好好味啦，而且一日完咗之後，呢一個就係我減壓三寶：電視、零食加凍飲啊！近嚟我開始研究多啲關於身心健康嘅課題，發現原來食宵夜會令我瞓覺嗰陣要用返額外嘅精力去消化，變相身體就冇辦法好好咁放鬆休息，長期咁樣仲會影響大腦思考同埋對情緒嘅控制，聽落真係幾可怕㗎。於是我就開始諗方法，點樣可以減低我食零食嘅習慣呢？第一個方法就係整一個零食專用零食櫃。零食專用櫃嘅好處就係，如果你唔打開呢一個櫃，其實你都未必諗起你會食零食呢一件事。但如果你將佢放埋同其他嘅食物一齊，只要你打開嘅時候眼尾睄到啲零食啫，咁你就自然會忍唔住噶啦。所以我哋就要做埋下一步啦，我哋要令到呢個零食櫃隱形，要將佢收到勁高勁入，越難拎到越好。呢一個方法喺行為心理學入面有一個底層邏輯，叫做20秒法則。只要我哋將一個壞習慣嘅啟動阻力增加到大約20秒，再做到足夠嘅視線留白，對眼都睇唔到啦，大腦就會好快放棄噶啦。而第二個方法呢，我就用咗原子習慣嚟做實驗。首先拎一張紙出嚟，寫低好大隻字，想要食零食就要先做5分鐘嘅高強度運動，或者睇5分鐘書，之後再返嚟攞獎勵啦。呢個方法對我嚟講非常之有效啊！5分鐘對我嚟講無傷大雅，好容易做到啫。想食2份零食咯，咁我咪做10分鐘咯。所以每一次我去食零食之前，都會先睇下書，咁一睇就梗係多過5分鐘噶啦。或者有時攰啦，5分鐘我就會即刻衝去食嘢啦，滿足下先。如果睇夠15分鐘咯，咁咪俾自己食3份零食咯，真係好似細路仔咁開心噶。喺腦神經科學入面，呢一種咧就叫做誘惑堆疊，即係綁定獎勵。我哋將大腦抗拒運動同埋渴望零食呢兩種諗法強行綁定，於是我哋就重塑咗大腦嘅習慣回路啦。有時其實都真係會幾攰噶，攰到又唔想睇書，又唔想做運動，打開個零食櫃就拎咗嚟食啦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千祈唔好自責，覺得自己好冇意志力咁樣。其實我哋都係普通人嚟啫。要記住，平時自己係好有規律嘅，以後嘅我都會咁樣。今日呢個只係特別嘅情況嚟啫。聽日我又會繼續履行返對自己嘅承諾嘅。只要保護好呢個身份認同，咁樣就唔會再咁容易破解噶啦。我自己就係每一次都諗到會有擔凳仔擒高擒低，仲要做埋任務先有得食添，咁鬼麻煩。後嚟我都越嚟越懶得行過去啦，直頭放棄唔食添。而就算我即使好想食，我都只係需要呢個完成5分鐘嘅簡單任務，
咁都唔係乜嘢大負擔啊。好啦，我哋食完減咗壓啦，但係當望住塊鏡見到個肚腩仔嗰陣，又好似有少少內疚。嗱，記住呢一種內疚又痛苦嘅感覺啦。下次當我哋又太攰、太辛苦企喺個零食櫃嘅前面時候，就眯埋眼諗下，如果我而家食咗，爽完之後又會有嗰種痛苦同內疚嘅感覺，而家我仲想唔想食呢？咁樣啦，其實我哋根本就唔需要完全戒斷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嘅，只係需要一個保持平衡嘅方法。用頭先講嘅方法，將呢個渴望夾硬連去到自己一樣對自己有幫助嘅行動上面。例如我想食零食，我就先做運動先。同埋我哋將實行壞習慣嘅阻力大大咁增加。當呢件事變得實在太唔方便，我個大腦就會提醒：哇，你個人咁攰，唔好搞咁多嘢啦，浪費精力。咁自自然然我哋就會同呢一個壞習慣行得越嚟越遠嘅啦。當然啦，你同我都明白呢一個真相嘅，壞習慣喺享受嘅當下就真係好爽，但過咗之後，你感覺到嗰種內耗呢，往往比之前爽呢係更多，而且延續嘅時間亦都更加長。零食喺呢度可以係一個比喻，比喻我哋人生中其他嘅壞習慣，例如一覺得好攰嘅時候，或者會遇到破壞好心情嘅事，就忍唔住即刻拎部電話出嚟，係咁碌到半夜都唔瞓，或者好似我咁一有壓力就去食宵夜啊，或者暴飲暴食去麻醉自己，逃避現實。我哋唔需要過一個完美無瑕逼死自己嘅人生，不過我哋都需要一個溫柔又理智嘅新生活系統。夜晚我哋將個電話放喺廳度，唔好拎入房，將嗰啲你一見到就忍唔住會拎出嚟嘅壞習慣，通通收去一個不見天日嘅黑洞入面。我哋慢慢咁樣同呢啲壞習慣講拜拜。咁到底有啲乜嘢健康嘅減壓方法呢？其實最快啦，亦可以真正減壓嘅方法咧，就係我哋每晚臨瞓前俾15分鐘自己，完全放空。呢段時間只係屬於自己嘅啫，冇任務，冇責任，唔需要完成任何人嘅期待，唔需要承受任何人嘅批判。話俾自己聽，我今日已經做得好好啦，我唔需要完美，我只需要做一個開心同愛護自己嘅媽媽。我值得一覺好眠，一切留返俾聽日啦。今晚我哋試喺臨瞓前幫大腦做一次5分鐘嘅 reset。既然知道自己太攰會失控，你就合埋眼，幻想將嗰啲做唔完嘅家務、其他人嘅責任，通通當成零食一樣，塞入嗰個我哋睇唔到、好難拎到嘅專用櫃入面，然後同自己講一句：今晚我收咗工㗎啦。一覺瞓醒，依然我哋係嗰個有規律又識得好好照顧自己嘅人。多謝你今日聽我講我嘅生活小故事。如果你都成日覺得大腦超載，可以去呢個 podcast 嘅資訊欄入面，我嗰度準備咗一份大腦檢測表，可以睇下我哋大腦超載程度去到邊。做完之後記得去聽埋我另一個 podcast，係一段8分鐘嘅深夜安眠引導錄音，希望可以陪你一齊臨瞓前好好放鬆一下自己。好啦，今集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謝你收聽啱啱好，我喺度，我係 Maggie。喜歡我嘅節目，請 subscribe 我嘅頻道，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好朋友，等佢哋都一齊過嚟圍爐取暖啦。Podcast 而家喺 YouTube 都可以聽到啦。我哋2星期後再見，拜拜。